来这个顶礼拜四，伫个桃园中华路某一间的套房发生着命案，两个男子互面前枪杀死亡，这凶手抓到了。这个姓苏的嫌犯弹死人了后，坐着白牌仔车开始来逃亡，伫个全台湾逃窜。逃亡将近3天，到昨尾暗暝，伫个国道3号就北分林的路段，互警方逮捕归案，而且伫个花莲吉安乡的顶拿找到疑似犯案的家私，今仔日奉用杀人罪移送侦办。风台天的尾暗仔，高速公路警力一密谈，有一个查甫人被压制在地边，还有真侪远警团包围，气氛有够紧张。因为伊就是车伫桃园犯套房枪杀案的嫌犯。为什么要杀人？被押送到分局的时，36岁姓苏凶嫌面对记者质问，拢无讲话，镜头底翕嘛无闪避，态度真冷静。9月7日暗时，姓苏凶嫌伫桃园市出租套房犯案了后，变装逃走。坐白牌车落南到彰化，搁到花莲，搁转到屏东。伫昨下晡要上报时，互人抓到。在国道3号北上277公里处，拦获苏姓男子所乘坐的车辆，全案将依照杀人罪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后来警方嘛伫花莲吉安乡的顶拿内找到嫌犯犯案的证据，因为嫌犯拒绝夜间侦讯，所以讲留伫分局的拘留所过暝。今日就好好了解伊犯案的动机，只能讲这个嫌犯为了这个闪避警方的追捕，全台各地四界味，也过游玩嘛是互警方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